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叶黄素，是最近这几年来真被讨论的保健食品。伫网络、伫社群媒体，真侪人咧讨论这个叶黄素要安怎食，佮讲叶黄素护眼的效果超好，甚至会当防止黄斑部的病变。但是事实敢真正是安尼咧？来看咱的专题报道，拍假特工队。 不要扎，不要扎，要撑到最大。现在医疗技术的确只要靠30秒就可以进行眼底检查检测，你有没有黄斑部病变？像是您可以看到这一张就是我的，非常的正常，是健康的眼球。但是另外一张可以看到大量的老化白色沉淀物，这就是黄斑部病变。一般来说，要是有病变，可能导致中央视力看不到，最严重可能失明。而平常靠吃叶黄素能够保养吗？ 黄斑部其实它上面有就是密度最高的那个色素上皮的那个细胞。那色素上皮细胞要制造这些色素呢，它原料就是叶黄素。这个叶黄素可以帮我们吸收掉一些有害的蓝光。 专家背书，体内甲饮食当中欠缺叶黄素，确实让目睭抗氧化能力下降。致使市面上出现各类的叶黄素产品行销，有的强调最高浓度、护眼最佳比例，甚至也个群众募资迅速破千万。 其实站在营养师的角度，我们还是建议从新鲜的一个食物里面做补充，以绿色的这个蔬菜跟比较像是橘黄色的这个食物里面来做补充。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叶黄素，它大部分都是属于脂溶性的这个一个形式，所以叶黄素必须搭配油脂的部分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吃绿色的蔬菜的话，其实建议就是要用油下去炒，才可以提高所谓的叶黄素的吸收率。 那其实我个人也不太建议，就是吃高单位的，就是很高单位。像有的病人会拿什么30毫克、40毫克的叶黄素，其实我们正常补充大概6到12毫克一天，也就是一把蔬菜里面的叶黄素，这样子就够了。啊，因为叶黄素它其实它是算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，它在体内代谢的比较慢，所以你要是吃过量或是过高单位，你身体没有办法吸收，还会造成负荷。有的人吃多会呈现那个手脚发黄的现象。 身体健康的人建议对绿色的蔬菜补充就好。若是已经有黄斑退化者咧，会当额外补充达到每工是15毫克。一般伫60岁进前，黄斑细胞的破裂并不明显，但是发现的时阵，往往已经拢上慢啦。少年的时阵，就应该加摄取，避免目睭恶化。